咱来想一个问题哦。但即马大家拢真烧 Pokemon， 假使讲这151只古锥的 Pokemon， 若甲因的名换做台语，会安怎咧？有影就有学生伫网络顶做伙结头壳，要甲151只 Pokemon 拢互台语名。因讲 Pokemon 有日语名、有英语名、有法语名，说袂用得有台语名。结果，阁有人甲因屁想讲，151只宝可梦名称翻成台语会变怎么样？整个台味超浓，让人抓宝意愿下降啊！咱想看卖，法国人爱因祖先传落来的语言，甲 Pokemon 和法语名；德国人爱因阿公阿嬷传落来的语言，甲 Pokemon 和德语名。煞有台湾人讲用的阿公阿嬷传落来的台语，甲 Pokemon 和名，台味就重，互人无想要了。对这些看不起自己祖先阿公阿嬷的语言的人，他们一点都不台。他们其实只是尊重家己，尊重家己的文化，尊重咱家己的语言。